大家可能會覺得奇怪，點解今日華仔冇着住工作服出鏡？因為今日華仔啱好路過布碌倫86街，所以順路帶大家嚟探訪一位老朋友。大家仲記得我哋第7集嘅探店日記，講述華美人負責人劉美華小姐當年喺疫情衝擊之下，毅然決定轉型，從珠寶行業踏入美容行業。劉美華小姐憑住對事業嘅堅持、對專業嘅追求同埋永不言敗嘅精神，一步一步突破自己，創造出屬於自己嘅一片天地，完成咗一次真正意義上嘅華麗轉身。喺呢幾年，華姐嘅事業不斷成長，一直用心經營，贏得咗唔少顧客嘅支持同信任。今日華仔再次嚟到華美人呢度，除咗探望呢位老朋友，更希望通過我哋嘅鏡頭，將華姐呢幾年嘅堅持同努力分享俾大家。為咗提升顧客嘅體驗，華姐近日特別引入咗一批全新智能按摩儀器，幫助大家喺忙碌生活中放鬆身心，舒緩疲勞。華姐仲特別為我哋唐人街華仔嘅粉絲準備咗一份體驗福利，有興趣嘅朋友，只要到店同店員講你係唐人街華仔嘅粉絲，即可體驗30分鐘指定智能按摩服務。華仔希望大家有時間可以過去參觀一下，了解華美人引入嘅新設備，感受一下智能按摩帶嚟嘅放鬆體驗。